后来继续来到高雄，这个西南气流本地就来到上界界，再加上风台外围的环流搁甲站落，无怪安尼透大风落大雨，真侪所在拢来做大水。这个六股已经互列为红色警戒的区域，区公所强制甲部分的居民来撤离。阿山区嘛达到土石流的警戒，包括六股、甲仙、木林、桃园甲拉玛社这5区，下晡是停止上班上课。 也阁有林雅区是来透8级的阵风，啊，仁武的凤仁路，迄淹水是淹甲骹目遮尔啊悬。高雄仁武区凤仁路熊熊上大雨，水熊熊就淹到骹目。汽机车通行，水喷甲规个拢是交通大拍角，相关单位赶紧派人到现场指挥。是水比较深啊，骑过去的话应该会掉。有民众真烦恼，甲速度放甲真慢，不过要是吊车，只好落车用牵的。搁对头前行几个路口，雨水上路，互规条路拢积水，只好甲水沟啊挂拢拍开。 有积水我们就打开了，全部打开了，没有水我们就把它带起来了。烦恼民众无细日起的吊车用三角笋来禁止通行。林雅区透风落雨，阵风有8级，民众野雨伞想要行拢是问题。边的餐车物件嘛，风吹来吹去，业者嘛只好用家己的身体来保护器材。 左营公河路雨水若是用倒的，规条市场真冷清。积水是积到哪里吗？到这里。基山区第29线车路拢变做水路，有车辆直接掉咧等待救援。因为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南部地区落大雨，高雄昨嘛已经成立灾害应变中心，相关单位嘛拢已经咧加强戒备。